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。首先向名将之约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。在这里，我向所有的中国体育健儿拜个年，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我是女排主教练陈忠和，我是乒乓球队王楠，我是张怡宁，我是罗威，我是陈海滨，我是朱启南，我是王金霞，我是张国正，这位是我的太太高文娟，我们是三剑客，在这里向广大的体育健儿拜个年，向名将之约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亲爱的现场所有的体育健儿们，所有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前辈们，港澳同胞们，台湾同胞们和海外侨胞们，春节好！我觉得一个人唱略显孤单，所以人越多越热闹，越多越喜庆。您说呢？是，不过你今天呢也不会孤单的，因为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人多。对，您的队人多，那赶快有请吧。对，我们的8位世界冠军呢今天来到了现场，我们有请他们上场。有请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，这位是可能大家如果不穿这个衣服能很快就认出来，但是现在还是我来说，我们的奥运会的女子双打的冠军张洁雯。这位是杨维，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打。这位是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的混双冠军高龄。雅典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张宁。我们的世界冠军鲍春来。世界冠军陈红，他们两位都是男子单打的。这个高龄的搭档混双的张军。真是张军，对，没看出来是张军的身材比较瘦，你看，对啊，你说。我第一次看到。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男子双打的世界冠军蔡云。一直笑得这么妩媚，是不是穿上很不自然？也挺别有风味。别有风味，的确是这样。也挺别有风味。那么今天带来什么节目？既然穿得这么漂亮的，一定有礼物送给我们大家，是不是？跳舞是吧？跳吗？唱歌啊？对，他们要对歌。对歌。对。水面打跟头嘞，
祝全国的教练员、运动员春节快乐。也祝我们的家人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祝名将之约的观众们新年快乐。祝全国健儿明年取得更好的成绩。祝我的家人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给全国人民拜年了。特别羡慕你。我说是，我们体育频道的同事基本上都到前方去了嘛。对。可我们没去啊。对呀，我们没去。那你们做儿童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还不在呢。啊？你去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，也没我们什么事儿啊。但我们还有你天天这个唱歌跳舞、歌舞升平、打打闹闹的，也不带我们玩啊。但我们觉得你们解说的不一定那么好。对，我们兴许解说的比你们更精彩。行，那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吧。比赛项目由我已经选好了啊。哪3项？3个项目，第一女排的决赛，我来。你个儿高是吧？排球喜欢？不是，因为女排的这个姑娘吧，你都喜欢，我都喜欢。你熟悉是吧？哎，还有一项，乒乓球女子。